好耐都冇同大家嚟拍過呢個九套山系列啦。咁今日一有新單位推出，就當然即刻上嚟推介俾大家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戶型，成個屋苑咧就只有幾間嘅啫。我舊年拍咗一間就已經賣咗啦，咁啊足足等咗1年先再有一個新放盤，個價錢仲要幾吸引㗎。咁我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同你哋上去睇下個單位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arina。咁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單位，佢嘅實用面積就有1790尺，係屬於一個複式嘅天台特色戶。咁呢個單位同樣都會有佢自己嘅獨立私家電梯大堂。我哋入到嚟，咁咧呢個客廳佢個闊度咧就大概會去到成6米闊。見到而家放咗兩邊梳化之後，客廳仍然都會有充足嘅空間感。上到嚟呢個單位，我覺得最舒服嘅地方就係呢度後邊可以完全打開晒成個露台門，出邊望翻一個好翠綠嘅山景。而一邊咧就會係呢個飯廳嘅位置，飯廳簡簡單單放置6至8人嘅餐桌都冇問題。咁喺呢一層就會有3個房間，咁呢房間咧就會分開咗左右兩邊。我哋先睇我右手邊嘅套房先。入到嚟套房，佢呢個間隔咧都係會以一個長形比較方正嘅設計，同樣都係會外望翻個山景嘅。咁而套房嘅浴室咧就會係配備翻個淋浴間。而去翻另外嗰邊啦。咁首先咧，呢度咧都會有翻一個浴室啦，浴室同樣都係配備翻個淋浴間。咁而喺呢一邊咧就會有2間細嘅睡房。咁呢一間咧而家咧就設計咗就係一個小朋友嘅房間。咁放住一個小朋友床咧，咁其實呢邊都可以放翻啲衣櫃嗰啲。而後邊嘅房間就會稍為細少少啦，咁佢係呢個方形嘅設計，咁呢度咧就都可以用翻嚟做書房，或者都係一個細嘅睡房都可以嘅。咁喺飯廳嘅旁邊就會係廚房。廚房咧其實會有一個 L 型嘅採光窗啦，咁儲物空間咧主要都係利用翻上邊嘅玻璃層架去做翻一啲收納，咁亦都配備咗基本嘅電器噶啦。咁呢一層我覺得有樣嘢非常之好，就係喺呢度外連咗一個少少嘅平台位置，呢度咧我覺得可以嚟做翻一啲休閒區、早餐區，坐喺度曬下太陽都非常之舒服。咁我哋臨上1樓之前，呢一邊就會係工人姐姐房。咁我而家就同大家上去1樓睇埋主人房嘅位置先。上緊去1樓嘅時候，喺樓梯呢度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採光窗。上到嚟1樓，全層都會係主人房嘅位置。入到嚟主人房呢個間隔咧就會比較方正。咁呢度咧就會大概有3.8米，咁呢度咧就大概會有3.4米。咁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 L 型嘅大窗，咁所以成個主人房嘅採光都係非常之好。入到嚟主人浴室，主人浴室咧就都係配備翻個雙洗面盆啦，跟住有個鵝蛋型嘅浴缸，同埋有個淋浴間。咁呢個單位咧就會有一個天台，我哋而家上天台度睇埋先。
呢個天台嘅面積就會有687尺，個間隔都係非常之方正。咁咧上到嚟天台，我哋仲可以遠望到一啲海景添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，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呢？而家呢個單位咧，業主叫價就會係3738萬，連一個車位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啲咩想查詢嘅，就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鏈接聯絡翻我。最後，如果大家鍾意條影片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俾翻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